我哋咧係一個高度連接嘅社會，但係根據調查咧，有80%嘅 SEN 年青人咧都喺網絡社交裏面咧受到巨大嘅壓力。但係呢一個唔係佢哋嘅問題，而係講緊網絡設計嘅問題，亦都係支持系統嘅問題。而我哋決心要成為呢一班解決問題嘅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eggy， 我係嚟自 Magnolia。Digital Companion 數碼友伴唔係憑空而嚟，佢係嚟自香港賽馬會路由青年系列創善先鋒計劃嘅共同遠景，用創新解決社會問題。我哋發現原來一個表情符號、一句留言都可能令佢哋不安。我哋花咗大量嘅時間研究，最終打造出一個3合1嘅行動方案。我哋想做一個真正以學生為中心嘅計劃，以遊戲活動同互動嘅方式，教佢哋點樣安全上網。第一，訓練營 Bootcamp 系統化學習，我哋將大目標拆解成為小步驟，讓佢哋可以根據自己嘅節奏穩步前行。第二，嘉年華，我哋會喺唔同地區同埋學校舉辦嘉年華，用最有趣味性嘅方式，令 SEN 學生加強意識。第三 AI 夥伴，一個個人化嘅陪伴，呢個亦都係我哋技術嘅核心，可以適應唔同嘅學習風格，係一個24/7嘅內心導師。以上3項唔單止係上堂同玩遊戲，呢一個係關於一場數碼公平嘅實踐。未來我哋希望同更多學校、老師合作，將數碼友伴推得更遠。數碼友伴計劃唔單止係一個課程，而係一個旅程。我哋同時會培訓青年義工，令佢哋學識點樣去支持 SEN 同學仔。導師、學生、義工一齊成長，一齊學習，推動共融。數碼友伴計劃已經準備好啟航，我哋一齊邀請你為下一代打造一個更聰明、更溫暖嘅數碼世界。